冬天到啊，这个草莓嘛上市啊，苗栗县大湖草莓绿色、长红，就是拢色啊，每一粒拢真水。今年受到高温的影响啊，农民普遍啊都烟叶栽种，所以产量比往年较少，价效嘛冲关，平均1斤800块，这已经破纪录了。 今天刚采的、啊，对。新鲜现版的草每一粒红叶啊红叶，大粒水个酒水，看起来真好食款。刚好现在是产期，所以说带他们来体验一下。大湖的草大家拢想要食看卖，不过无俗，因为今年产量变少，所以继续开，一斤来到800，创下历史新高。大概要比往年晚个2个礼拜到3个礼拜。 是，温度一直降不下来。要高海拔的，他们的种的比较早，所以呢，一期花有些已经采完了，但是量呢，说实在没有那么多。今年天气热嘛，那它的水泡率蛮高的。业者讲，因为今年天气较烧热，农民因后种植，天气要冷，哪唔冷，产量才会比过去少。 大湖草季节会持续到明年4月左右。农会为着刺激买气，嘛开发真侪草发酵的饮料，草牛奶冰淇淋和草QQ 果汁等等等，希望生理家也有钱通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